大家好，早晨，歡迎大家。今日嘅主題就係復興枯乾嘅骸骨。復興枯乾嘅骸骨。請聽我讀以西結書37章1到14節。以西結書37章1到14節。耶和華的手按在我身上，耶和華藉着他的靈帶我出去，把我放在平原中，平原遍滿骸骨。他使我從骸骨嘅四圍經過，看啊，平原上面的骸骨甚多，看啊，極其枯乾。他對我說：人子啊，這些骸骨能活過來嗎？我說：主耶和華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對我說：你要向這些骸骨說預言，對他們說：枯乾的骸骨啊，要聽耶和華嘅話。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：看啊，我必使氣息進入你的裏面，你們就要活過來。我要給你們加上肋，長出肉，又給你們包上皮，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，你們就要活過來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於是我遵命說預言，正說預言嘅時候，有響聲，看啊，有地震，骨與骨彼此接連。我看見，看啊，骸骨上面有肋，長了肉，又包上皮，只是裡面還沒有氣息。耶和華對我說：人子啊，你要說預言，向風說預言。你要說：耶和華兒子說，氣息啊，要從四方而來，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，使他們活過來。於是我遵命說預言，氣息就進入骸骨，骸骨就活過來，並且用腳站起來，成為極大嘅軍隊。他對我說：人子啊，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你們說：看啊，我的骨頭枯乾了，我們的指望失去了，我們滅絕淨盡了。所以你要說預言，對他們說：主耶和華兒子說，我嘅子民，你看，我要打開你們嘅墳墓，把你們帶出墳墓，令你們進入以色列地。我的子民啊，我打開你們嘅墳墓，把你們帶出墳墓時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我必將我嘅靈放在你們裏面，你們就要活過來。我把你們安置在本地，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說了這話，就必成就。這是耶和華說的，這是神的道。感謝上帝。好多人都好想要有復興，我哋渴慕呢個復興，為自己復興，為家庭復興，為教會復興，為國家復興，係好事嚟嘅。但係未祈求之前，我們所尋求的
是怎樣嘅復興，係點樣嘅復興？我們對復興有乜嘢期待？要點樣復興？咁呢個世界都有好多次復興，我哋又睇過英國嘅復興，又睇到韓國嘅復興，睇到印尼嘅復興，睇到沙拉哇嘅復興，又有睇到非洲嘅復興、中國嘅復興，睇好多不同嘅復興。但係我哋要今日係要睇到乜嘢復興呢？如果你講自己復興，你睇到乜嘢呢？或者家庭，或者教會，或者國家，我哋好想一日祈禱全部都搞掂晒，乜嘢都唔使做，幾好喎！但係係咪咁嘅呢？神係咪咁樣嘅意思呢？咁我哋嘅願望呢，同埋神嘅願望係要有差別冇呢？我哋禱告向神傾訴我們嘅願望，我哋講俾神聽，但係我哋又知唔知道神的願望係乜嘢冇呢？咁我哋又好渴望成功啊，有好嘅結果，但係我哋知道神在我哋嘅身上要尋找係乜嘢呢？我哋又悔改又接受訓練，諗住準備要進入復興，但係我哋又知唔知道神嘅訓練包含乜嘢嘅呢？好多時候我哋就想，今日我哋都想教會復興，但係我哋又知唔知道神要教會復興係點樣嘅步驟呢？睇一睇今日嘅以西結書，以西結就領受到一個異象。呢個異象呢，就係以西結睇到嘅，係話耶和華嘅靈領以西結到一片滿枯乾骸骨嘅山谷，喺一個平原山谷嗰度有好多骸骨枯乾嘅，去睇見。呢個係個異象，神呢帶到係一個異象嘅俾以西結睇見。但係異象唔係一個圖片，異象呢可以同佢一齊嚟到參與，係一個進入一個圖片入邊嘅故事咁嘅。我哋睇到聖經入邊有好多咁嘅呢個異象，呢個異象彼得見到異象，彼得睇到仲可以從上帝講話嘅嗰個異象。咁啊，神呢就吩咐呢個以西結你去講語言啦。咁以西結就遵命去講語言。但係呢個圖片呢，就係來自神嘅異象嚟嘅。今日我哋好想復興，但係我哋睇唔睇見神嘅異象係要做俾我哋嘅復興係如何呢？咁以西結呢，佢唔單止睇到異象，佢就順服神嗌佢就順服。咁以西結呢，就語言喺語言嘅時候，佢就聽見響聲，嗰啲骨與骨彼此接連喎，哇！啲骨黐埋接連。咁啊，骸骨上呢，就睇到有肋，長了肉，又包了皮，咁啊黐住咁嘅肋就嚟啦，肉又嚟啦，包佢皮，咁就係冇氣息。耶和華說：人子啊，你要用語言向風語言嘅氣息，咁佢就會，於是就遵命啦。佢語言氣息就進入呢個骸骨，骸骨就活起嚟，並且用腳站起來，成為極大嘅軍隊。哇！睇到千萬嘅，哇咁多喺嗰種異象入邊睇到，哇咁多不能嘅事可以化到可能，不能化到可能，
即係喺神入邊冇一個事情係瞞得到佢嘅。所以以西結睇到咁多，咁呢啲骸骨代表咩咧？耶和華同佢講呢啲枯乾嘅骸骨咧，就係呢隊軍隊咧、大兵咧，就係人，就係以色列全家。你話你睇到嘛？以色列人全部枯乾，咁呢啲個骸骨就回答佢話：看啊，我們嘅骨頭枯乾，我哋嘅指望失去，我哋滅絕盡了，已經盡了滅絕啦。點解會咁樣咧？因為以西結咧，佢就問神究竟點樣？以西結嗰個時候咧，係已經喺巴比倫被擄。佢睇翻轉頭個巴比倫，神喺第8章同第9章同第10章，同意俾以西結睇到嗰個耶路撒冷之前嘅嗰個難嗰個問題。佢話全以色列家棄絕了上帝，不要再視他為他神，唔愛佢哋做佢嘅神。咁呢個以西結睇到嗰陣時候，嗰個異象俾佢睇到聖殿入邊喺至聖所、聖所喺外院喺其他嘅地方睇到嗰啲人個個人拜唔同嘅神，口講耶和華，但係拜唔同嘅神，佢哋嘅做法全部拜唔同嘅神。神嘅燈就係嗰處離開，神嘅光就慢慢個福已經離開，從至聖所去到聖所，去到外院，去到城牆，飛走咗就唔翻嚟啦。神講唔怪得佢哋失去咗上帝嘅祝福，又同上帝隔絕。上帝點樣好撞火到嗰個地方？唔係撞火要做，係睇到巴比倫咁惡，都仲好過佢哋，仲好過佢哋。佢哋即係假冒為善，面目講神啊耶和華，但係心中入邊遠離佢，一路同佢反對。咁個靈咧係好枯乾。今日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喺教會好靚好問題，好多時候，但係我哋唔知道入邊係點樣，個個人嘅心係點樣，有好多係咪信咗已經係枯乾咗，有啲人已經失望咗，因為為佢等等嘅理由。咁啊，神想做乜嘢神蹟奇事都覺得難啊，枯乾。但係神講：呢班人咧，神要預言佢哋起嚟。所以耶和華開始就講：我嘅子民啊，看下我要打開你們嘅墳墓，把你們帶出墳墓，令你們進入以色列地。即係講，而家你哋喺巴比倫國，我要打開你墳墓，你係枯乾，我要俾你哋翻到以色列。喺嗰個時候，你就知道我就是耶和華。因為依家你唔知我係耶和華，因為你哋全部唔拜我，你哋唔理我，你哋用我嘅名係做壞事。所以耶和華就講：我一定要把佢剷除1代、2代、3代。剷除到我翻轉頭嗰陣時候，我就會打開你嘅墳墓，你哋死咗啦！我要等你哋翻嚟，帶你翻以色列地。佢話我到嗰時候，我會把我嘅靈放在你們裏面，你們就會活過嚟。我把你們安置過你嗰個本地，你自己嘅地，你就知道我耶和華所講嘅係真。神講：我已經講你聽開㗎啦。所以以西結咧，佢就係藉着呢個耶利米先知所講嘅，就已經70年後被擄嘅70年後，神要帶佢哋翻去。但係70年，你話經過幾多代冇咧？嗬，70年經過好多代。今日咧就差唔多係70年啦，打仗過後嘅70年。打仗嘅時候係我嘅爺嗰代，我爸嗰時就啱細蚊仔。
到我哋，而家到我個仔女，我仔女嘅仔女，如果係計起嚟呢，70年代可以4、5年啊，因為嗰陣時候我個爺仲在，我個爸，我爺又唔喺啦，我個爸又唔喺啦，到我，即係我哋呢，就係喺嗰個時代進入嗰個時代，但係我爺我爸我跟住我個仔，我佢嘅仔，咁大約有5代嘅人。而家你問嗰啲人，全部都唔知道日本打仗嘅時候係乜嘢啦，都唔知啊。但係一樣嘅，去到嗰個時候，嗰啲人都唔知道巴比倫打佢哋攻打係點嘅。要我話講，我會再翻嚟放開佢哋嘅墳墓，開咗佢哋嘅墳墓，帶佢出嚟，使佢哋進入以色列地，佢哋就知道我就是耶和華。今日嘅問題就係、我哋話要愛復興嘛，係啊，復興好多枯乾啊！你如果係神翻嚟，你要做乜嘢呢？佢可以做幾樣嘢嘅，從死亡狀態中嘅人呢，復甦起，嗰啲人已經好似話死咗啦，要復俾佢一個新嘅生命。有啲人呢，信咗神已經好似死咗啦，冷淡晒，冷淡都乾晒，冇晒希望。有啲呢，好似要復甦，要恢復昔日嘅榮光，甚至超越榮光。即係話嗰間屋燒咗啦，我哋要重起過，呢次要起過，好過靚過以前嗰間屋，超越嗰個榮光。神要喺我哋嘅生命咁做。有啲話要歸回起初個愛，而活得新嘅生命。我哋有起初個愛，但係已經死咗啦。而家呢個愛，神要重起過嚟，起過嚟嘅時候，再俾我哋有新嘅愛，再重一次呢個愛心再起嚟嘅時候，再恢復起嚟嘅時候，到恢復起嚟，你話呢個愛係咪有一段時間呢嘅增長？好似一個人失去咗信心，失開佢愛，分裂開，離婚咗，你叫佢重複要容易冇呢？係好艱難，好艱難，但係可以，但係好艱難，有好多功夫要做。重現曾經嘅信仰，以前信過嘅已經唔見晒啦，已經要重現過。今日我哋係邊處呢？我哋身處係邊處？要神俾我哋恢復我哋起初嘅愛，即係好似一間屋燒晒，神講我要重建過。你話重建係咪一日嘅時間？好慢，要清潔晒，要愛再嚟到買翻呢啲料，從頭再起過，要時間，要計劃。如果一個人離咗婚，你話叫佢再翻嚟，係咪要重建過？真係要重建過，好艱難，要重建過。如果一棵樹死咗，你話我哋再種過嘅時候，係咪要等嗰棵樹種開嗰粒種子，要慢慢養佢，等到嗰棵樹大咗，先可以結果呢？有唔有時間呢？我哋今日我哋要愛教會復興，要我哋自己復興，要國家復興。點樣呢？我哋先自己唔要復興，家庭就唔要復興。家庭復興，家庭唔復興，教會就唔復興。教會唔復興，國家就唔復興。唔好盼望有先喺國家嗰邊落手，要盼望喺我哋呢處。如果你話要開始嘅，你話我哋依家今次開始係咪要從第一級開始，再去翻住聖經，再翻住嘅信仰，再翻住認識神，再翻住嚟到侍奉，再翻到同神一齊配搭。教會都係一樣，
如果我哋教會會增長，要出翻，你話要點樣呢？我哋好盼望祈禱神俾我哋多啲青年人，點樣會有青年人呢？除非今日我哋開始係兒童，開始係主日學，你嘅主日學唔強，你青年團一定唔強，你一定要種喺嗰度，你種喺嗰度，神就會嚟到復興起你，因為神講佢需要時間復興你，你係咪要愛5年、10年、20年個復興等佢起你呢？如果呢個細蚊仔係今日出世，你話係幾時轉到成人呢？幾時轉到青年？幾時轉到兒童呢？係喺兒童嗰度幾年？咁你係咪要等幾年？兒童到去青年要多幾年？你係咪要等多幾年？青年到去成年係咪要等多幾年？所以全部都係我哋睇唔睇到，聽唔聽到神？以西結就聽到神嘅預象，但係神同佢講我要復興呢個，但係佢已經知道係70年。等候70年，以西結唔在啦，但係佢鋪嗰條路，70年後以色列人翻返嚟。所以今日我哋都一樣，依靠神，要聽到神嘅聲音，要預象睇到神，咁我哋要同神一齊配搭，從今日開始。但係唔係今日睇到復興，復興喺前邊，我哋要睇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，有唔有咁嘅日子？有唔有嗰個心？有唔有嗰個禱告？有唔有嗰個忍耐？有唔有嗰個等候？我哋嘅祈禱，多謝神賜我哋恩典，求你幫助我哋。我哋有啲已經枯乾咗嘅信心，我哋嘅信心枯乾咗，我哋嘅愛已經唔見咗，起初嘅愛冇咗。求主再復興，種喺我哋嘅生命，再次種嗰個信心，再次種嗰個愛心，等我哋去復興，等我哋可以翻轉頭同你一齊配搭，開始做，開始嗌，開始侍奉，開始認識你，開始跟從你，開始行你條路，幫助我哋。求你帶領，求你幫助。我哋有咁做，我哋就有知道有一日，我哋嘅家庭就有機會復興。我哋夠家庭復興，我哋知道有一日呢個教會就可以復興，又知道教會有做，國家就可以復興。但係好多時候，我哋想跳到好遠，但係冇可能。主唔係咁做嘅，嗰粒種子跌落嗰個泥土，仲要時間俾佢增長。求主幫助我哋，求主堅固我哋，求主赦免我哋。奉耶穌嘅名祈求，阿門。